绿色树下堆满礼物，彩色卡片围热火炉，笑容在人们的脸上流露，喜乐从音符画出。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差遣爱子为宝贵救赎，他的降临揭开了救恩的序幕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
闪烁的光彩之中，我禁不住歌颂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在这永恒的应许中，耶稣是最美的礼物。闪烁的光彩。也关做静音，咱做伙来吟诗，上帝囝听大为止。你要
恁伫你生命中，互你完全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求你充满我。141篇第2节，咱用华语来念。愿我的祷告如香呈到你面前，愿我的祈祷亲像香献到主上帝面前。咱做伙来感恩甲认罪祈祷，感谢阿罗上主，伊是万主的主，独行其事，创造万物，公义主爱。咱做伙来认罪悔改，悔改归正，敬畏上帝。咱自本是后壁走的，咱即马就爱回头向前来奔跑。咱做伙开声来做感谢甲认罪的祈祷。主求你来到你身边的人，你的脚步袂错路，你是头前公平之正义，为阮做先锋避万道路，真理也袂为对面发心，互大家开花，公义阮伫天的阿爸爸上帝，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。阮是遮尔卑微，遮尔小可，你犹原看顾阮，你犹原将阮对罪恶中，甲阮救拔出来。阮向你献上感谢。伫即个大港节的祭期，阮搁较少念，是袂上帝，你将主耶稣赏赐互阮。互阮照着主耶稣的保护，互阮每一天，阮的心思意念拢会当伫主耶稣的保护内面洗清去，互阮搁一届诚做新创造的人，搁一届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来为着新心灵得到医治甲头棒来祈祷，咱邀请主耶稣诚做咱的灵魂、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身躯的主，将咱的烦恼交托互主。咱欢手伫胸坎，还是伫你大边的所在，向主来祈求，互家己会当疗愈伤害过家己的人。同时，咱也求主的疼充满医治咱的心灵，会当用主的疼去疼遐会伤害过咱的人。咱为着家己也为着咱所伫意的人来祈祷。
现在主耶稣，阮甲全世界的人咧听候你的来临，受压迫的人咧听候你的公义、自由、讨望来现实，送好的人来要听到包少温暖甲安慰，破足的人咧听候你开因的目睭，接受新的挑战。求主你来将每一位兄弟姊妹有自身心灵有欠缺的，求主你来医治，求主你用信心甲因扶持，用一切摆在你里面的面前，求你更新阮的活命，互阮当成做行事的见证，当心一切听候你的望三正和平来到阮的中间。阮伫天里的边，阮恩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是阮全力全人的救主。阮这时啊，特别为着意志不坚定的人，你来祈祷，因为因伫罪恶中，因有心要向善，但是因无法度救家己，求圣神帮助因，互因会当倚靠主上帝的气力，互因会当脱出黑暗的色力。重新来有一个新创造的生命。阮也为着也会身躯病痛，特别是伫医院伫咧大院，也是伫急诊处咧排队也排无病人。因有知主你知因的心着急，求圣神安慰因，互因有平静安稳的心，互因有喜乐的心，因为你有应允阮喜乐的心，就是上好的药啊！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只是为着主日服侍人员来祈祷，咱做伙为牧者、中级团队以及即礼拜伫即礼拜中参与各项服侍的同工守望祈祷，求主温故赐落属天的气力官兵，互所服侍时光会当荣耀主，互人得到利益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讲平将今仔日的礼拜对下交托的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你陪伴每一个人的心，你啊，保守每一个每一个麦克风，每一个服侍人员，无论是天使还是工作，每一个影响拢伫主你的手中，每一个做礼拜人，也讲信息，阮的礼拜前做一个。敬拜，我们的敬拜，必须主你的感谢，我们感谢主的上主，主要收听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继续为着主日守望来祈祷，本主日要举行中级就任，求主赏赐新任的中级有坚定的信心，甲主同工。感谢退任的中级过去任期中的辛苦甲服侍。第二，为着大降节甲圣诞节节期中，教会各项活动的事工大道，求主加添智慧甲气力，互逐个服侍同工会当为主最水的见证，并且会当带人来归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那被上帝的圣诞节的礼拜来到，你是创造世界万族的主，我们来和我出声，跪落伫伊的面前来降服，求主你来赏赐阮主任，每一位服侍同工，无论是长老还是祭司，还是规定拢有你的经过甲因同在，互咱会当伫教会每一个拢会当伫。天父上帝，阮安尼献上感谢。今仔日阮有个新一批的中期要就任，求主赏赐互因气力，互因无论呢，互因拄着困难的时会当学习如喜礼，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得到坚定的信心，来得到智慧聪明。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会友，拢会当每一天为着这个服侍同工来祈祷，伫即个大港节期中，也求主保守阮每一个传福音的无空是教主的艺术去传，因为你有应允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因的脚链是了真水，求主来引传阮也更平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阮安尼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对你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触阮的义，就
着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由我，互我传好消息，互善食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讨放，无看见的阁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。宣布主恩惠的年，今仔日是大港节第二主日，咱请廖伟峰廖主事来点着第二支的蜡烛。这是伯利恒的蜡烛，提醒咱迄当阵，玛利亚甲约瑟安怎准备耶稣的诞生，咱阁爱安怎准备基督的来临呢？来讲这第二主日的主题是准备甲信心。主来吟诗圣诗第46首，圣主要再临无延迟，请起立吟传首。主来祈祷，天的天地，无限的强壮广阔的大海，奇妙的大自然，拢是你创造的。时间的起初甲尽头，嘛拢是伫你的手头。我的生命对你来，你想事，你收回。我的一生拢在伫你。你将疼放伫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家庭是一个闪避风影的所在，嘛互社会有和谐。当我看见花莲光复乡的饮水，有侪人付出因的时间，付出因的金钱、物资甲体力来帮助遐个人，互因伫受灾难的时无伫甲失望，比较绝望。阮知你拢伫遐用无共款的方式来互阮看见。
我嘛感谢你听阮，特别竞选阮做你的儿女，互阮在生有瓦靠，阁有永远我的愿望。信靠你，毋是要互阮得到啥物，是要用你做中心。你教是阮成就你的国甲你的义，但是阮自私，无遐大的北长。伫人生的路途上，总是成就家己的利益，别人跋倒也是行毋对路。阮总是用偷笑、无看见的态度来看，来相对待，无怜悯，无疼心。求你去赦免阮，阮会记你的教示，毋但爱会记得，也要用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荣耀主你的名。天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一直祝福台湾这块土地，互台湾充满希望，人人拢用乐观的态度注目伫因的头前的路。也伫国际上得到国际的支持，互阮。但是阮也有烦恼，中国会来攻击阮，求你互阮政府所编列要来买武器防卫的预算，会当伫立法院有共识，互台湾的防卫搁较有力，有安全就会安定，有安定就会当安心徛起，民主的社会就会进步，国家就会强。求你祝福台湾。全能的天父，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，阮除了准备庆祝主耶稣为阮降生以外，搁较爱准备离别过来迄个审判日子。阮需要将家己准备好势以外，嘛要过着信心的生活。这个信心的生活，毋是干那照着，不只是照着阮信靠你的信心，搁较爱伫生活各方面活出敬虔的生活。包括伫教会有敬拜服侍、敬拜生活，有来主日礼拜无？有服侍、有读经无？也包括伫生活中间，无论是金钱的运用、家庭的经营、婚姻的生活，伫社会上有过公义的生活无？求你还会当时时警醒，时时注意家己的讲话甲行为，通准备好势来迎接你会过来。全能的主。2025年也来到尾声，天气渐渐寒冷。求你保守阮身体衰烂的兄弟，互因平安健康，无受到风寒。住院的也是要手术的兄弟，求你医治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。阮会当甲阮做过来敬拜阿罗你。伫即个圣诞节期，求你看顾阮，为着感谢你多情肉体的拯救。阮的外典部、敬拜部有侪侪安排，要来庆祝，以及要互人来亲近你。求你保守看顾这个时间，阮教会今仔日也有新选出的长老甲执事的上任，求你大大赐福因，互因健康、有智慧、有才能来服侍你。感谢你听阮祈祷，嘛求你应允阮的祈求。阮安尼祈祷、恳求、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真济，这时咱来启用文第24诗篇第100篇。全地啊，着对上主欢呼，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，就唱歌赞美，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。着知上主是上帝，伊创造咱，咱属伊。咱是伊的子民，是伊牧养的羊群。就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的门，着用称赞进入伊的殿院。就感谢伊，称赞伊的名。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在，伊的信息线到万代。这时，咱请圣乐队来献诗。
做咱领受上帝话，圣经记载伫尼米记第8章第9节到12节。尼米记第8章第9节到12节，省长尼希米甲祭司嘛是经学教师的意思啦，以及教导人民的利未人对人民讲：今仔日是上主你的上帝圣日，毋通悲哀啼哭，因为全体人民就听律法的话拢啼哭。听到律法话拢啼哭。尼希米佮甲因讲：恁去食上好的物，食甜的酒，无准备食物的人就分互因。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伤，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是欢喜，是恁的快乐。对安尼，利未人互全体人民平静落来，讲着安静，毋通忧伤。因为今仔日是圣日，人民就去啉食，嘛分物件互人，大家拢真欢喜，因为因明白教导因的话。以上，即时请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陪伴喜乐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来到伫大港节的第2个主日。也感谢上帝对年头到伫年尾的看顾，伫大港节也是教会年历的一年的开始。阮除了为着过去的一年献上感恩，也要为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来陪伴，也来祈祷恳求。也愿上帝，你伫大港节到圣诞节的最期的中间，搁一摆互阮经历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救人的性命。互阮当来珍惜上帝所赏赐阮新的画面，也互阮当来甲人分享即个好的消息。也愿信心保惠师甲阮正兄这三个弟弟，也坚固阮的信心，坚固阮的身体，互阮有勇壮的心灵来服侍主，跑走头前的路战。安尼献上恳求甲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伫大港节头一个主日即个主题就是5万
第二个主日就是备班，第三个主日就是喜乐。后礼拜咱有即个双年大学伫即个所在的毕业典礼，甲即个纪念主日，所以牧师从即礼拜到后礼拜主题到做伙来讲，就是备班甲喜乐，备班甲喜乐。备班喜乐，我相信咱知影快乐甲喜乐是无共款的。快乐是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喜乐呢，是爱经过吞忍，经过等待、忍耐，才来享受迄个喜乐。总是伫即个尼希米，即个上帝所差遣的罗卜，伊的心像咱看见今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伊会当来庆祝上帝欢喜的日。将迄个天靠的日，伫迄天变做是欢喜甲快乐。这个过程是经过久久长长的备班。咱伫顶礼拜讲起着尼希米，伊安怎要来起造，安怎来起这个城墙？这个城墙也代表上主伊带领的性命，互人看到这个外口就来认捌这个城的主是主上帝，是大有气力的。然后伫即个城墙的内面，是一个听主的话的遮的百姓，有上帝的话，诚做逐个人骹前的顶，甲路上的根。然后上帝的话上界要紧的，就是互人通明白家己的身份，就是做主的囝儿。这是咱伫顶一个礼拜所分享的尼希米，伊起来定心来起造。这个起造的过程，主要就是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甲人的关系，然后会当为上帝伫外口的世界有一个好的名声，因跟上帝也利益尽人。好，所以华语说容神什么人？义人。这也是咱伫现代教会基督徒所爱来建立的，就是咱爱甲主的关系。不管外口的风影搁较大，咱甲主的关系无摇动。然后咱爱有主的话，诚做咱每一天骹前的顶，甲路上的根。安尼，咱伫社会、伫外面的生活，才会当来容神、义人，会当来显出上帝伊大权力的名。今日要继续来分享尼希米，伊除了诚做一个圣经上帝所差遣的罗卜，尼希米伊也是一个值得咱学习的。咱伫即个现主时的社会中间，常常会去好人恶马，人。恶马恶人骑，好，但是人善怎样？被人欺压，好，就是人若做人上好，好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常常会去互人霸凌啊，好，霸凌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去互人苦毒啊，好，去互人苦毒，好，我毋知影咱捌去互人苦毒过无？好，较早即个做新妇的去互啥苦毒？大家，即马大家去互啥苦毒？哦。这是恁讲的哦，所以迄个时代的新妇真可怜的，做新妇的时阵去互大家苦毒，即摆换伊做大家啊，搁去倒来去互新妇苦毒啊。但是呢，咱毋是要做一个基督徒，毋是要去甲人苦毒，嘛毋是要来忍受苦毒。这个苦毒有几啊种，不管是用关系，还是用言语，还是用这个肢体，还是这个无公平的对待。但是面对苦毒的时阵，别人对咱的霸凌，咱就要以霸制霸。好，咱讲一解。但是以霸制霸，毋是叫做以牙还牙，嘛毋是以眼还眼啊。好，伊的意思，霸是讲你要有霸气啊，要有志气，好，要有志气。受到人的苦毒的时阵，好，你毋通吞忍啊。箴言24章第10节，你若遇到患难的日，你若惊吓。你的气力就微弱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怎样衰微，好，就微小。所以，咱受到人的苦毒的时阵，咱迄个志气、迄个霸气、迄个价值，就是爱对上帝来的信心啦。咱看到尼希米，伊等来重新起造这个城墙，叫人踢笑，人安怎甲踢笑呢？讲好，你是咧来背叛王吗？然后佫讲，恁所起的即个墙啊，一只狐狸跳起哩，然后即个墙就安怎，就倒落去啊！好，安尼甲因踢笑。
甚至呢，佫无放因煞，佫甲因威胁，恁敢佫继续做，阮就爱恁死，阮就要摕武器来甲恁拍，就要来甲恁攻打。所以尼希米呢，伊就叫遮起城墙的人，一手摕工具，一手安怎摕武器，就是头前爱做工，后壁嘛爱准备，甚至呢，佫当因城墙起要好以后，遮外围求仇呢，就甲因骗出去，讲来，你来甲我来外口，甲阮来谈判，咱来讲条件，这是今日咱第6章所读到的。来讲条件，咱好好坐落来讲。其实毋是要甲伊讲条件，是要甲伊骗来去外口，然后呢，特别伫外口，甲伊来陷害，甚至当尼希米城墙起好了后，伫内面嘛有遮内乱，外口有遮对敌，内面嘛有遮内乱。什么乱呢？就是看见住伫城墙内面，遮百姓无好好公平对待，甚至呢，因将巴比伦波斯学着遮放高利贷呢，摕来欺负家己的同胞，甚至互遮同胞做过真困苦艰难的日子，拢无互相的照顾。所以尼希米，伊真正伫即个内忧外患的中间。伊来做一个上帝的奴仆，伊安怎来庆祝这个喜乐，是经过备办的。所以今日咱要通过尼希米来回顾伊所做，咱嘛要来学习安怎样伫这个大港这个做期的中间，咱会当来迎接备办这个喜乐。代降节，毋是等待耶稣降生，是等待耶稣怎样？降临降临，佮讲一解，大降节毋是等待耶稣降生，是等待耶稣安怎降临？对倒位降临？对天降临，因为耶稣已经对死过活，到伫天顶，伫上帝正面。所以大降节意义就是等待耶稣对天过来，但是伊对天过来的时阵，伊毋是要来传福音、报好消息，伊是要来审判世界。所以今日咱检测伫世间会受到人的苦毒，伫即个世间会拄着遮无公平、无公义，去互人欺负，去互人霸凌。但是咱也勇敢来面对，用霸气来面对霸凌，就是为着将来得备办喜乐，伫天顶会当享受迄个永远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今日要通过尼希米，甲大家来分享4点。安怎样伫苦难的中间、苦毒的中间，来为将来备办喜乐？头一项就是伫患难中爱祈祷。请咱做讲一解，伫患难中爱祈祷。尼希米记的第4章，当大家伊讲，当大家做伙计谋，要攻击耶路撒冷，制造混乱，管阮的上帝祈祷。当尼希米伊知影有代志要发生啊。当尼希米伊知影有人要来甲阮苦毒，当尼希米伊看到这问题出现的时阵，伊讲阮的上帝祈祷，伊毋是伫遐烦恼困袂去，伊也毋是只有伫遐伫惊吓，骹软手软，伊是内心想着爱甲上帝来祈祷，然后祈祷了后，才开始派人来守望，然后做这封闭的工作。伫诗篇34篇第17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上主听义人的求救，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。毋知影咱有拄着什么款的艰难，还是拄着什么款的困苦？不管是咱要手术开刀，还是咱拄着恶单等的事，拄着无法度排解的代志，但是头一项就是爱会记得甲上帝安怎祈祷。因为上帝听义人的求救，咱的祈祷是对咱的心甲上帝求救，上帝伊会伫救咱脱离一切艰难。伫罗马书12章12节，12，咱做伙来读，着劝望来欢喜，着忍受患难，着不时祈祷。咱伫患难中间，咱会当赢过的秘诀，就是爱。有一个望，这个望是值得咱来欢喜的，就是看到这受的委屈过去了后，后面迄个听候咱头前上帝要互咱的带互咱的祝福啊，带互咱的祝福。所以咱要安怎忍受患难，
就是爱不时来祈祷。伫尼希米记的中间，咱去算尼希米这本册内底13章，伊拢总至少17遍的祈祷，17次的祷告。对第一章到最后，甚至到最后伊的祈祷是讲：主啊，求你纪念我，求你纪念我一切所做。伊是一个祈祷的人，伊是一个知影伫困苦中间追求上帝的人。所以这是咱头一个爱学习的。不管人安怎甲咱苦毒，是你的新妇甲你苦毒，还是你的厝边甲你苦毒，还是你的同事，还是你的其他，甚至伫教会内面会共苦毒无？顶头就好，莫讲啊！你若顶头检查有看到，希望是拢无啦。但是呢，伫教会中间，检查只要人甲人有人的所在，就有罪恶，就有即种的霸凌、苦毒的事件。第二项，伫患难的中间爱冷静咯。尼希米记的第2章11节到12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到耶路撒冷，伫遐3日，后来我半暝起来，有几个人甲我做伙出去。我的上帝感动我的心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事。我拢无甲人讲，我徛的前生以外，无带别做伙去。尼希米伊对波斯千里迢迢，转来到伫耶路撒冷，到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哩哩落落，城门向放火烧，真正可怜。住伫迄个所在，敢住伫贫民区共款。无人要住，甚至呢，但是因上帝叫因转来，所以因就住伫遐。为什么会安尼呢？真有可能，就是伫以斯拉记的最后，以斯拉伊呢将遮带外国女子的人，甲遮的人拢赶出去，所以至到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互人看轻，互人讨厌，互人踢笑，所以因伫这10几年的中间，受到人的霸凌，受到人的苦毒。但是尼希米，伊要转来以前，已经甲上帝祈祷，上帝嘛感动伊转来爱做啥物代志，爱做啥物款的工，但是伊转来3天点点无出声，伊伫遐先去顺，伫遐先用冷静的态度去观察，看倒位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若发生遮个困难的时阵，头一项除了祈祷。第2项就是爱冷静。耶稣嘛对伊的学生彼得讲：唔免惊，就爱信；唔免惊，就爱信。伫大港节第2个主日，咱的周报嘛有写，主题就是备办，搁一个主题就是信心。咱的信心嘛是通过咱的冷静，才让头脑清楚，才让听清楚上帝话。诗篇119篇143节安尼写：我受着患难困苦，要求意爱，你会改面。拄着患难的时阵，也是有个人拄着车祸的时阵，有个人莫讲拄着车祸，刚看到一只家蛇，伊就安怎失去冷静啊，就改叫啊，伊就头脑拍角啊，就无法度去思想。有个人无法度忍心，但是当咱拄着患难忧苦的时，要安怎意爱上帝话？这就是爱互上帝话，伫咱的生命中间会当定根，甲会当生团。所以2礼拜前，咱讲到以斯拉，伊会当精通上帝话，是因为伊研究上帝话，然后伊个实行上帝话，搁有咧教导上帝话。所以，让精通将上帝话记伫伊的心肝底，不管是顺境也是逆境，伊拢会当有上帝话成做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传道书所罗门王所写的第7章，咱做伙来读7章14节。顺境的时就欢喜，患难的时就想，这2项拢是上帝的作为。是要互人查袂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咱若一世人拢是伫顺境中间，安尼有好无？好啊！大家拢真盼望，一世人拢伫顺境中间。
但是你若伫顺境中间，你就毋知影啥物叫做苦，你毋捌食过苦，你毋知影字典里面找不到苦跟难这个字，你毋知影这个世界生做啥物款的形啊。但是敢有人一世人拢伫逆境，伫患难的中间，咱会听到真侪人的患难，但是你去甲因观察，才经过患难的人，最后上帝嘛会赐福互因啊，嘛会甲因祝福，因为因一世人拢咧食苦，但是上帝嘛会互因知影，啥物叫做是祝福，啥物叫做是幸福。所以所罗门王伊看世间看正透，伊讲世间就是顺境甲患难。当咱拄着顺境的时阵，咱就爱欢喜感谢主；但是患难的时阵，就爱思想，就爱想，到底为什么有这个代志？所以约伯伊就是伫患难的中间，伊在想为什么有这个代志来发生？伊想规步。但是呢，人讲这是你犯罪，无就是你的囝犯罪，无就是你老爸犯罪，你的祖先在犯罪。但是约伯伊拢拒绝，最后伊才想出来讲，原来一切拢是上帝的业力，是上帝伫咱的人生在做主。上帝互我人生经过这个顺境，也是经历这个患难，是要互我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始。所以，当咱的人生，咱也知影顺福，这个祝福顺境是对上帝来，患难嘛是上帝互咱的功课，咱就会当有架势，咱就会当霸气、坦然去面对，袂去走闪伊哦。真侪人无法度来面对这个苦毒甲患难，骹软手软，就颠倒一直互人来欺负啊。咱看尼希米。伊安怎样冷静来备办？伊所要做的代志，伊无转来3工，无甲人讲。其实伊要转来的路上，已经拢想好啊，甚至上帝感动嘛，互伊啊。但是伊知影见光死，这个代志若讲出去，检察人就会去甲伊阻挡。所以伊先安排设计好势了后，然后才开始启动，然后才开始来找人。所以，咱咧读尼希米记的时阵，咱看见讲，伊是一个非常冷静，知影伫困苦艰难的中间，安怎样甲代志做好，安怎办好势。因为上帝话成做伊伫患难中间的帮站，伊嘛一直在想，一直在想。第三，咱看到尼希米伫患难中间，伊是完全的交托。等到伫第1章，伊知影通过伊的兄弟。知影讲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，城门去用放火烧，大家伫遐过到真悲哀的时阵，伊讲遐流放转去的人，伫犹大省拄着大灾难，受凌辱，佮耶路撒冷的城墙受拆毁，城门互火烧去。尼希米听到这个话，就坐落来，啼哭哀伤几啊日，对伫天顶的上帝面前。敬谢祈祷，伊是一个有充满感情的人。当伊顺境的时阵，伊真欢喜；但是伊拄着痛苦的时阵，伊也哀伤、敬谢、啼哭。我毋知影咱捌读过即个《鹿鼎记》无？金庸小说毋捌，《鹿鼎记》迄个主角叫做啥物宝？韦小宝。伫我咧读的感觉中间，我感觉尼希米。甲韦小宝小可仔真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拢是伫皇帝面前的即个敖人啊，都被皇帝重用。然后呢，即个韦小宝伊上界大的功能，就是爱伫皇帝面前啊，互皇帝看到伊，就心情好。所以尼希米伊伫波斯的皇帝的头前，伊若是油头革面，皇帝看到伊就讨厌。绝对无可能，互伊变做是大红人。韦小宝伊的反应真紧，所以伊阁真天才。所以迄个皇帝看到伊就真意爱伊，甚至呢，甲即个皇帝咧讲话，阁会对答。然后呢，因阁会当一搭一唱。即个尼希米伊除了是一个非常机智、精明，
佫是一个非常风趣，佫是一个反应非常紧的人。但是呢，当对拄着看到伊的故乡，拄着这大灾祸的时阵，伊哀伤啼哭，连皇帝嘛拢惊着。代笔伊嘛是甲诗篇中间142篇第2节，伊安尼写，请咱做伙来读。我伫伊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伫伊面前讲出我的患难。当代笔伊拄着真侪的困苦、苦毒，甚至拄着这个患难的时阵，伊拢甲谁讲？请问你拄着苦毒的时阵，你拢甲谁讲？有个人讲上帝，有个人讲妈妈，有个人讲拢无爱讲。咱即个有苦，唔通对巴肚内底吞不要有苦往内吞。你的巴肚会愈来愈安怎？愈来愈大，巴肚会愈来愈苦，愈来愈苦。迄个苦呢，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上，累积伫咱的身躯顶，甚至毋是只有伫咱的身躯顶，会伫咱的骨头的内面啊。所以经验才讲，迄个苦呢，真做咱骨中的朽烂，骨中的朽烂。你若想要骨头要用，迄个苦呢，就爱偷放出去，就要甲谁讲？甲上帝讲。所以咱咧大概做礼拜进前，拢有咧祈祷，咱咧医治释放，这就是一个咱咧偷放真好的时刻，也是咱咧祈祷会中间小做的祈祷、灵修的祈祷。就是将咱拄着的苦，甲上帝讲，安尼迄个苦才袂累积伫咱的内面。代笔人生非常的苦，但是呢，伊拢有气力，一摆一摆重新出发。尼希米嘛是共款，因为伊知影甲上帝讲，所以咱头前看到，当伊看到耶路撒冷的大灾难的时阵，伊头一个反应哭出来，然后佫毋食饭，然后伊甲天顶的上帝吐露伊的苦情，讲出伊的心声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，这个彼得讲，恁着将一切跨路交予上帝，因为伊关心恁。有时阵你甲人讲你的苦情，别人听听，但是伊无拄会甲你关心，甚至佫将你的话安怎讲互别人听。然后呢，互你的苦愈来愈苦，这个困难问题是愈来愈大。但是呢，你甲上帝讲，上帝去甲别人讲袂？上帝去甲别人警告，上帝呢也去甲人修理。只有你甲上帝讲上好啊，因为靠人靠山倒，靠人跑，靠神最好。讲一解，靠山。靠人靠神，所以你就要靠上帝，将你的跨路交予上帝，唔通拢去只有甲人讲，因为你若无一个祈祷的习惯，你若无亲像尼希米共款，有一个甲上帝讨帮的习惯，当你拄着代志的时阵，你袂去想着要找上帝，你只有想着人要找什么人来讲，不吐不快。但是呢，一旦吐出来之后呢，问题反而是越来越大。最后，尼希米伫患难中间的时阵，伊团结。咱看到伫第5章第14节，这互咱真感动。咱做伙来读：我受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对亚达薛西王20年到32年，共12年久，我甲我的家属。拢无食省长应得的粮食，伊头一摆是做王的酒政，转来处理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问题。然后呢，皇帝伊甲皇帝讨，皇帝佫派转来做犹大的省长。这个省长呢，咱台湾嘛有省长啊，最后一个叫做啥物？上粗鲁。你讲大家好，我是上粗鲁，我来甲你褪衫褪裤。捌听过这个笑话无？唔捌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楚瑜，我来帮你烫衣服、跟烫裤子、褪衫、褪裤。好，这是以前的笑话。好，但是呢，
伫尼希米，伊嘛做省长的时阵，12年久的时间，伊无领公家的薪水啊，甚至呢，伊讲伊逐工请人客，逐工拢有150个爱请，所以尼希米伊毋是较落地啊空空呢，伊是伫做王的即个酒政的时阵，伊本身就真有啊，但是呢，伊将上帝予伊的，伊拢愿意。甲伊的遮个同胞来分享，为什么伊12年久的时间无要领薪水？为什么？因为伊看到伊的同胞过了真爽享，伊讲我领遮济，但是我的同胞大家拢遮尔啊苦，伊实在领袂落去，甚至伊个对家己的存款摕出来，去教人逐工请人来食饭啊。所以，看到别人的艰苦甲困难的时阵，伊真正愿意甲人来分享。当然，迄是迄个时代，但是像咱即马台湾，甚至咱拢毋免做代志，政府阁分1万块互咱，即马台湾的社会，有史以来，以前领个那个什么500块什么券的，大家就欢喜啊，然后2年前阁领一条4000的吗？还是6000的？拢袂记哩啊！今年佫领着1万呢。台湾即马社会，过了遮尔好的时阵，咱嘛爱感恩、爱喜乐，但是毋爱知影无咧逐工过年，嘛是爱备办、爱谦起来，为着将来来准备。伫那鸿书，即个先知那鸿，伊对即个尼尼微城。即个欺负因的亚述人，伊讲上帝至善，因为伫患难的日，伊是避难所，伊照顾所有倚靠伊的人。尼希米嘛照顾所有真正听上帝话的人，伊拢甲因顾了真好势。所以尼希米伊是一个团结伊的百姓同胞的人，伊毋是只有家己好，伊爱人好。伊爱伫即个城墙内面的每一个人，拢当安居乐业；每一个人拢当即个所在平安来徛起。伫保罗写的腓立比书中间嘛写讲，恁着爱有上款的心志，上款的疼心。咱要安怎样伫一个教会内面，伫耶路撒冷的城墙内面，会当有上款的心志，甲上款的疼心？就是咱爱做伙来读圣经啊，爱做伙来读圣经。读圣经，即个代志无遐尔简单，也无遐尔容易。以斯拉伊用12年久的时间，安尼传承，到伫尼希米，因才会当好好来读圣经。咱能够继续读落去的时阵，看到尼希米带百姓读圣经，安怎读的呢？伊毋是讲逐工，伊嘛是透早黎明的时候，日头出来时阵开始读，但是毋是像咱安尼30分钟、20分钟、15分钟就读了。咱若读落去，你看，因是对透早日头出来，读到中昼，大家坐咧遐咧听，咱有法度无？无法度啊，无法度。但是呢，2500年前，因就是安尼啊。甚至因读圣经，今日咱的即个圣经在第8章，等因读到中昼的时阵，大家毋是伫遐巴肚枵啊，是读圣经读到哪流目屎。因伫遐对透早听上帝话，听到中昼的时阵，大家是愈听愈感动啊，愈听愈心内底悲白，愈听愈感觉因真正亏欠上帝。大家拢开始咧哭，所以伊毋是伫遐讲要食饭咧，要搁读偌久，因是真正伫遐大声哭。但是尼希米颠倒甲讲，今日毋是天哭的日子，今日是上帝纪念的日，今日应该就爱欢喜，就爱快乐。今日是上帝的祝福临到，因为大家拢总算听懂上帝的话，总算大家已经听有啊，明白啊，了解上帝咧讲什么，所以今日爱快乐，叫大家即马转去啊，
从你厝内底冰箱什么款的好料的，你有什么款的好食的，摕出来，甲送乡的人来分享，大家来公家。所以迄天才变做是一个大喜乐的日子啊！咱爱有上款的心志，上款的疼心，安尼咱咧教会的服侍，才会当看到迄个同心合意的见证啊！最后结论，逐工读经，做人正经，做伙来讲一解。咱若逐工无读经，做人无正经。正经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做人，才会当细正，才会当袂去拄着代志，就开始烦恼，才会当认真办上帝的代志。咱看到尼希米，伊是一个注重祈祷的人，当伊拄着困难时，伊大心想着祈祷，然後伊阁是一個真認真的人。伊看代志，毋是敢咧面忙笑想，伊做代志是真實際。伊絕對在對的人在對的時間、對的地方找對的人，做對的事情，用對的方法，伊攏想好。然後咱看到尼希米，伊是一個真非常有感情的人。伊哀傷的時陣，伊就哭出來；伊歡喜的時陣，伊就甲大家來分享。伊若真正決心要做的時陣，12年攏無要領薪水，甚至咱若看到後壁有人袂曉講台語，伊就叫出來拍，佮叫出來罵，佮叫出來安怎扭伊的頭鬃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忘記他們的母語，因去娶着外國人的某，生外國人的囝，然後講外國人的話，連家己的話攏袂記住，所以伊就非常的嚴厲來對待伊哦。那麼看到尼希米，伊是真注重這個同工，每一個同工，伊攏將伊的名攏甲記載落來，然後甲因來分享。望咱同家佇大講節的中間，咱要備辦耶穌的降臨，咱嘛愛同家，咱每一工會讀聖經，互咱做人會當正經，處變不驚，嘛互咱會當做每一項代志用祈禱來面對。這禮拜，如果咱有參加小組，我知影這禮拜真濟小組無時間分享，攏愛無閒自餐甲食飯。但是呢，你若有甲人分享的時陣，你嘛會當分享一項，互你感覺真困苦的代志。咱今日有新的長老，特別有新的職事要就任，伊要開始來做職事，這嘛是一個挑戰。檢查咱在座真濟。已經做職事足久啊，甚至做長老嘛足久啊，甚至做長老都已經退任嘛足久的。但是咱嘛當來回想，咱拄開始的時陣，迄個挑戰，咱安怎去甲伊克服，安怎去面對。然後尼希米，伊這4個優點，祈禱、實際、有感情，甲注重這個同工，你上欣賞的是倒一項？咱嘛祈禱求上帝會當掌握咱的心，互咱真真正正將所有跨路交互伊。交互伊就是咱咧派即個牌啊放落來，然後禮拜以後，即個牌啊就交互耶穌，毋通閣甲伊派出去。耶穌，我祈禱了，然後即個包袱牌啊閣派，然後閣行出去，毋是安尼。咱就愛真正愛去克服，愛去想辦法。愛去倚靠上帝，毋通閣將重擔閣甲伊提轉來。嘛求信心教示咱讀聖經，互咱讀聖經的時陣有信心，對咱的做咱的導師，有信心會當教咱明白主的心意。檢查有一日，你會讀聖經，對透早天補更的時陣，讀到中晝時，攏巴肚袂枵。我毋知影你有這種的經歷無？讀聖經讀到袂記你食飯，有個人請舉手一下，毋敢舉手，歹勢舉手。你會當去甲上帝求，等下上帝神甲你感動的時陣，你感覺迄個聖經的每一個字攏足大字的，然後迄個字敢閣有 stereo， 就是有立體聲，伫你的耳邊在對你來講話。你讀聖經的時陣，你感覺上帝即馬就是咧對我講話。這就是信心，在你的內面做你的導師。這個代志
就是要为着你面对这苦难、面对患难，为着要将来陪伴上帝喜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我很感谢你，互阮看到尼希米伊的模样，也看到尼希米伊的勇敢，受到人的苦毒，受到人的踢笑甲看轻，但是伊用智慧、用信心来陪伴将来的大喜乐。主啊，阮希望阮的国家社会目前过着一个真安稳、舒适的生活。每一个商店、每一个餐厅拢是客满，但是阮游玩伫即个顺境的中间，爱感恩、爱喜乐。阮嘛爱警醒，因为耶稣有一日你要对天国来的时阵，地上这一切荣华富贵拢要过去。拢诚做是暂时的，求主圣神保惠师也帮助阮、教导阮，伫今世日子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互阮每一天读上帝话的时阵，会当真真正正将阮的忧愁、将阮的苦难交互主，也互主你的话，诚做阮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愿上帝你的平安，甲阮永远甲阮同在。安尼恳求、祈祷、感恩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做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第183首，上帝是我天父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咱这时阵要来举行就任式，但是咱要来举行长老的设立咱这个时阵，请咱一日来吟信息443首的第1集甲第2集，请廖松辉长老、严吉会长老、田处瑜长老来到伫台前。愿大水出心田，免惊就一个殿，路步强劲伫主面前，立誓做你妻因，愿主受事在临，予伊心的顺境，待你温柔给予领袖，心都通地做君。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设立田处瑜、廖松辉、严吉会做教会的长老。伫旧约时代，有长老、祭司甲利未人3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。伫新约时代，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3甲管顾伊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，访问身躯欠安的，鼓励领新的，教育少年的，引带求道的，造就信徒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。若受交代，通代表东会、副中会、总会、都无教会的发展。田处瑜、廖松辉、严吉会，恁担要领受长老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有也无？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恁信仰的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？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
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有也无？恁有欢喜做迦南东会长老，是着忠心尽职服侍教会，佮尊奉基督做教会的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，来归因跟上帝。恁有诚实遵即个意思来行有也无？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，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有也无？好，多谢。好，这个时阵，咱请咱的会员请起立，吼，咱的会员，吼，请起立，咱来做会员的誓约。恁已经竞选田处瑜、廖松辉、严吉慧来做恁的长老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有也无？因照法度治理教会，恁着欢喜身受来顺探，恁要安尼行也无？恁着敬爱因、体贴因、替因祈祷，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，爱恁得着救，恁着帮助因，互因较为尽做尽长老的本分，恁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秩序，若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释法，毋通四过抱养，直到妨害大局。恁要安尼行也无？会众请坐。这时阵，我要来宣告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东会小会官兵，设立田处瑜、廖松辉、严吉慧做迦南东会长老，来协助牧师，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，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，当信神设立恁做长老，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，毋通出伫勉强。是着遵欢喜的意思，做羊群的模样，就大牧者耶稣显现的时，要得着未败坏因根的免流。阿门。这时阵，请三位长老向后转，咱请咱的小会员，恁的小会员来到伫台前，咱有咱中间的小会员来台前，咱来握手，来接纳。咱用破声，来甲这三位新任的长老，来甲因恭喜。好，请回座，请坐。煞者，咱要来举行这事的就任，这时小会要奉白囝信心的名组织，要设立蓝恩典、林木桥、陈慈雅、简正峰、詹怡芳、杨金柳、朱俊悌、陈新，做咱教会的职事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咱也紧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。请咱即时做伙来唱信息446首的第1集甲第2集，嘛请这8位的执事来到伫台前。蓝恩典、林木桥、陈慈雅、简正峰、詹怡芳、杨金柳、
朱俊体、陈新，恁担要领受职事的责任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？恁愿意做迦南教会的职事，就要忠心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因跟上帝立业伊的教会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伊做主，就紧啊关系教会的事务，就我靠伊来设法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些时阵，咱请会众起立，请咱的会员，恁已经进蓝恩典、林木桥、陈慈雅、简正峰、詹宜芳、杨金柳、朱俊体、陈新来做恁的职事，恁有心实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，恁就敬重因、疼痛因、替因祈祷，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设法，毋通四过报扬，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。恁要要安尼行也无？会众请坐。这时阵，我要来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东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迦南东会的职事，煞通知正会友知，这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，当恁受设立做职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，就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名得到因根。阿门。好，这时阵，好，请你们8位执事向后转。好，伫咱的数斗行端，好，有7位执事啊。好，咱这届呢，佫比使徒行传佫加一位啊，有8位执事。好，咱请咱的小会员，好，包括新任的长老，好，做会来台前来握手接纳。利用这个机会吼，牧师嘛来介绍因的名，互咱大家让较对咱的新的技术较熟悉吼，对咱的正手边来开始吼。詹宜芳举手一下，伊是头一代的信徒啊，总是欢喜让真侪咱的技术。过来是陈新，伊的阿嬷就是夏莲长老，过来是简正峰。过来是朱俊体、蓝恩典、林木桥、杨金柳、陈慈雅。好，咱搁一摆用普声来甲咱这8位的职事，好来甲因恭喜，请回座。这是咱的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是出于甘心乐意，假使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我的生命的魔力。
起立。我的情愿的努力，永存往他你心。我的在情的小事，甘愿向你做祈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丰盛的慈爱，对年头甲年尾，一步一脚印的带领，拢是稳定的记号。我们要用谦卑敬虔的心，听学主的降临。我嘛要用坚定的信心回应主的呼召。只是阮诚心奉献，主所赏赐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。做圣工路用，愿主欢喜甘乐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请陈淑清单长老来报告。大家平安。今仔日那个新朋友没有留名后，好，咱继续来报告。第一，2026年哦，不是这，迦南州立手册一本200块，请已经登记的兄弟伫12月1日进前缴费予干事。第二后主日12月14是上大毕业典礼，只有一场礼拜，9点20开始，伫即个礼拜堂。中昼有关有爱餐，请兄弟甲服侍同工注意时间的变动。小会报告：1月初4主日举行明年度第1届圣礼典，要受洗的兄弟请伫12月2日进前，区长也是小组长报名，成人洗礼甲更新礼，伫爱完成基要真理的课程。中执会今仔日下晡1点伫4019教室召开423次中执会，请新旧林中执准时出席。财务报告：今年本会关校日期是12月1主日，请会友注意各项奉献的方式，截止的日期才会当开2025年度的奉献证明。第二，请各单位配合完成12月2日拜一进前甲出入干事结算零用金请款单，也是预借的收到12月24拜三截止，就要完成所有签名以后，放伫过价信箱。那有问题，请问过价干事。敬拜报告。招募拜三基督会导演甲音控的服侍同工，请思维技术中义长老也是张玉主任报名。12月份庆生会要伫12月2日圣诞主日举行，名单伫周报第3页。事奉部报告：12月70来的拜三10点30分是上大的讲座，主题是减药仔的保健。讲师是李安药师，欢迎兄弟参加。外电部报告：12月20拜六暗时6点半举行圣诞晚会，除了各项精彩的表演以外，要40分。下一页，40分礼品摸彩头奖是台南也是台东的桂田喜来登酒店的住宿券，欢迎兄弟邀请亲友做伙来参加。下一页，就另外2种呢是西提的牛排。好，装备部报告来。2026年福音活的本会接待会员也是小组的组员，每一号会当领1份，领取到后礼拜12月14为止。谢谢俊豪老师。那个牧师在哪里？是现在颁吗？那个 A1。哦，好。好，继续来颁发 A1 初信走就课程结证书，请结业的同学现在到前面来。
名单伫周报第2页，鼓励还未上 A1、A2 课程的兄弟踊跃报名后一期的装备课程。恁有哪行？我念名哈：王丰盛、古佩文、吴英豪、李慧玉、周慧珠、林小燕、林欣、邱俊杰、江淑美、施怀明、胡秀凤、徐伟堂、张永成、张木轩、陈允杰、陈宏满、陈欣过来，没有，他在那个华语。陈秋敏、陈敏哲、陈凤娇、麦美云、曾阿秋、黄台菊、黄小龙、詹怡芳、詹翠芬、肖雨玲、戴婉慧、简宗义、苏玉婷、刘子君、林婕妤，一共32名。赖婉慧，当来参加这个 A1 甲 A2 的A1 是初信造就 ，A2 是长大成熟。好，啊，明年咱阁有这个 A3 的课程，好嘛要来开啊。好，所以期待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好，拢会当继续来进步，好，拢会当来学习。好，有一日咱会当来做这服侍当工。好，以上。录用部报告，赞美小组桂美姊妹手画石头艺类，伫1楼交易厅二位所得，要全数归予教会录用基金以及录用事工所用，欢迎兄弟认购支持。第2，青年礼拜。时间12月起有变动，对拜六暗时6点45才开始，欢迎邀请学生来参加。第10，桃家储蓄互助社报告，12月17拜3，合作社因为桃园区会举办年终业务研习，办公室未开，请暂停社员服务1天。教界消息，泰雅中会司马县教会建堂日。请伫1楼公布登记，然后到干事室缴费。伫后礼拜12月14截止，欢迎兄弟支持。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，台语。尼希米各甲因讲，恁去食上好的面，啉甜的酒，无准备食面的人，就分予因。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伤。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。尼希米记8章10节。尼希米各甲因讲，恁去食上好的面，啉甜的酒，无准备食面的人，就分予因。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，恁毋通忧伤，因为对上主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。尼希米记8章10节。做伙来吟上行的圣诗，圣诗第387首。吟诗刷，请陈牧师为咱祝祷，请起立。应更归心被上帝，应更献家信心三位一体。在地的恒在地的，将来也永远地的，无穷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慈悲疼痛，信心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互恁拄着患难的时，会当用祈祷、用实际、用感情来交托，也会当有好的同工，甲恁做伙来面对一切的患难，会当来因跟上帝利益众人，
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我主兄弟穷穷我共你。